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欢迎收看5月17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今年头一阵黄松雨风面通过，中南部10县市发布大雨特报。不过，干那靠这阵雨，南部欠水恐惊是恶解决。今日风雨咧来，伫高雄左营就应该放落，南投的丹台林道嘛发生崩山，有约60个游客掉伫内底。商务航空的飞行器因为风手头未赴调度，害游客伫机场内底过暝。民航局当确定要查，要求明仔载随来说明。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今年头一阵的黄松雨风面通过，气象局针对苗栗、台中、彰化等10个所在发布大雨特报，水利署嘛发布。把握机会，伫早时进行一连3波的吹雨工作。不过，这阵风面随来就随去，干那要靠这阵雨，南部欠水恐惊是真恶解决。阵阵的雨势，落在集水区水库总算有水啊！这是台南三门水库，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初7放验车甲无人机净河顶3摆净河作业，雨量即马有36.5毫米，南化水库也有14.6毫米，乌山头水库9.7毫米。后续我们将依气象局的相关预报来滚动检讨施作人工增雨作业，来为水库增加多一点的一个降雨量。每号季第一波方面开始影响台湾天气，气象局包括有针对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花莲县3区甲里头等10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提前较有低延时强降雨。气象局表示，7日到7透早方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北部天气转凉，中部以北甲东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啊，然后以及外岛这些地方，因为这个对云系都是发展比较旺盛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些地方的一个雨势上来讲都是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形。在台南以北跟宜兰花莲这些地方，普遍都是或多或少都是有些降雨的情况出现。根据台湾水库及时水情上线的资料显示，7日水库蓄水量无到25%，其中10门水库只存6.5%，只是这波微雨雨势，感觉是因为水库带来水量嘞。南部这个地方，在过去的就是这几个月春雨这段时间的话，其实雨量上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少的一个情况。那即使这一波有机会带来可能几十毫米的这个降雨量但是还是不太足够就是整个降雨的情况看起来还是差非常的远。吴政府表示，这波微雨方面已经慢慢向南部山顶动，所以注意大雷雨，因为这波也是属于移动性的方面，不是典型微雨方面。虽然小看所该水库现象，不过完全要解吹打，可能还要等咧。记者综合报道。风雨咧来，伫今仔中昼高雄的博爱路甲左营地界一间福利中心边仔3层楼悬的鹰架向放落，拄好去缀到下底4台车，加在是无人受伤。干部局初步判断，应该是施工的架无甲壁面甲无腐蚀所造成的，要罚业者甲施工单位9万台票，而且嘛下令停工。3层楼悬的厝架向倒落去，也互监视器录到，缀到停伫路边的4台车，好佳在无缀到人。吓死了啊！还好我的车没事情。看到就安尼啊，就歹运啦，咩啦？但是发生在中亚区保的3路甲中德路交界，厝架倒去面积伤过大，警方由防守线禁止人车通行，佮通知业者来处理。因叫倒塌不明原因倒塌，占用了整个崇德路段，因此我们封了博爱路到文昌路这一段的崇德路。吊车将歪去的架拆掉高雄气象站，测到迄时阵中亚区瞬间风力6到7级，比味道区8级阵风较细，是毋是强风造成？要来调查。不过市府路检人员初步勘查了后，今天见无整修工程时阵，架无甲结构体连接好，才会倒去有人为所失。未有维护安全及防范危险的适当设备跟设施，
公务局将依照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及同法89条勒令停工。政府认为工地无维护安全甲防范危险的适当设备，依违反建筑法规定命令停工，各罚业者先做钱9万块，后续爱送施工改善计划审核通过才复工，也要求业者负起赔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那伫高雄的左行，伫南投的丹台林道嘛发生崩山的意外，消防是赶紧去甲三团的登山队将近60个人撩起甲救出来。搁伫屏东的雾台乡飞龙水墙，总是有游客无细里落水，救援队是冒险爬起山壁，看索啊咧救人，加在是有救到，送医嘛无虾米大碍。不要紧张哦，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哦，嘿。水真错流，深度到大腿所在，伫消防人员引导下，这来爬山的旅客真小心，偷偷撩水行上山。南投丹台林道落雨落放弃，7时早起9点外有登山客掉伫遐，无度过报案，最后家己脱离，不过后续佫传出有人掉伫遐，消防局派人救援，成功引导三团登山队将近60人顺利来渡河。丹大林道5.5 K 处。因大雨造成道路坍方，造成了车辆无法通行。在下午呢，陆续接触三团民众，以人力接驳的方式呢，顺利将三团的登山民众呢，接引渡河。消防局讲，南投昨暗半暝开始落雨，也造成丹台林道5.5公里的所在，崩塌继续扩大，路也变甲真歹行。另外，屏东雾台乡飞龙瀑布看起来真危险。暗时，救援人员使我救条例要设法爬到瀑布顶面，边仔有真错流的水一直下落来，每一步拢也真细腻。车头发生游客沿开啊行落水意外，救援过程是真惊险。因患者位在高处中段的腹部，需要绳索上灯。伤者男性43岁，头部、胸部疼痛，嘴角流血，意识清楚。消防队起步了后，透暝上山来救援，用炭架甲患者固定，用锁啊绑红甲患者救下落山。加在送医了后，人不要紧。屏东县雾台乡有3个围设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必须申请由当地族人山领才有法度入去。这团体入去是毋是有申请？关府交流处讲，会根据实际地点来调查。若无申请，会以违反法定观光条例，上计用裁罚3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商务航空一架对台北飞单架的机班，因为风收头无材料降落，就去牵着后壁2班飞行机，害300游客就伫咧机场咧过暝。董事长张国贵一透早就赶去成田机场，甲旅客会师咧，宣布机票钱全退，下晡受影响的182个游客嘛已经平安返来台湾。啊，民航局嘛要求商务明仔载随来说明，若违法就要开罚。大家塞大包小包行李，经过真长的等待甲安排，调伫日本的商务航空乘客有182人，已经伫7下晡返来台湾。今天知道12点不能飞的话，其实可以先让我们下飞机稍作休息，因为大家在那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坐了好几个小时，其实蛮不舒服的。我觉得就将心比心啊，当然会有些人比较生气。商务航空班机连续伫日本发生状况，董事长张国伟早起出现在日本成田机场，几礼拜向旅客来下失礼，宣布来回机票专家来退费，并且亲身驾飞行机开登来台湾。说的这块呢，说真的，要是我也很生气的，将心比心我就尽量这样子，好吧？真的再跟各位说抱歉。就伫7月中昼原定要伫东京成田机场降落商务 JX88 班机，拄到风势无稳定，连续3摆降落失败。下午7点钟，后壁本来想要合并班次，结果因为 JX803 警示灯显示无正常，302人掉伫成田机场，机场4个拢是困地啊。公司在带风向了啦，说什么新闻已经写说是怪风啦，怪风造成的。除了人客起甲一直骂，外界质疑即摆商务的危机处理甲技术员超时工作问题。尽管已经对台湾调2名技师飞往东京，要负责来飞 JX803，不过因为成田机场有宵禁的规定，半暝12点到透早6点禁止起降。他们压力其实也很大啦，所以后来就是他们决定说，只延到12点，就不延，再多延那个半个小时啊。
本来说 OK，后来又不 OK。那依照劳基法，它本来在正常情况下就不应该超过12小时。民航法规范空服员跟机师他们的飞航执行时间都不能超过14小时。机师他按照目前的讯息都有提到说，他已经是满14确定不能飞了。对着这事件，民航局又讲会随请商务航空来说明，包含飞行作业过程、机场的处理是不是适合。另外，航班的取消、合并班次对着消费者权益的处理所引发的相关状况，也要求商务航空随来检讨甲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公布今仔公布，中国军机过来搞抓，军舰来误抓，那咱国军拢有详细监控甲应对。另外，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今仔嘛表示，若是台海正经发生冲突，开放基地甲美军来强攻，绝对是有大帮助。台海基地大家拢真关心，尤其这边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访问华府，伫增强美菲同盟计划。声明中也讲到台海安全。小马可是伫咧接受访问时阵也讲，最近菲律宾批准开放国家级军事基地予美军使用，若是台海发生冲突，就当用得到。And that is whilst the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seem to be continuing to increase, then the safety of our Filipino nationals in Taiwan becomes of primordial importance. And so that these EDCA sites will also prove to be useful for us. 因为中国对美菲加强服务合作的代志一直有疑虑，小马可是强调 ，EDC 的协议下共同使用基地是袂用来攻击任何人家、任何国家，也毋是针对任何国家。美国也无要求菲律宾出兵协防台湾。No. The U.S. has not proposed any kind of action for the Philippines in terms of taking part in the defense of Taiwan. This is of a defensive nature. 国防部最近公布，总共侦测强机9台次，强舰5台次，继续伫咧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正罕见的无侦测上龙无人机正伫南西南空域，空军运用任务基舰加华地飞弹系统严密的监控甲应对。伊若中共第一代国产的航空母舰山东号，伫咧结束远洋战备训练，登记三海母港。路透社分析讲，山东号目前是一个宣传的工具，是毋是会让真正发挥作用，抑阁正受质疑。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这个拜6礼拜是过了真无平静，头先是密西西比州的一间餐厅，初五暗时传出枪声，造成1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另外，初六伫德州的一间购物中心，受凶犯对设计人电开枪，造成上无8人死亡，7个人受伤。人嫌犯是当场互警方打死。在了枪声响起，民众惊吓逃走，也毋过枪声犹原无停。美国德州达拉斯当地初六一间名牌折扣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为现场一台要离开汽车的监视器内底，一旦看到相关一路车，就向达咧设计民众开枪，互真侪人惊吓逃走。We see the guy. There's this guy dressed in all black, wearing a vest, has an assault rifle, and he's just shooting at people right across. So we got everyone in the store into the back of the store and just camped out there for the time being. Just got out like 30 minutes ago. 因为设计人真济，商场内底消费者甲员工听到枪声时阵，紧急入比商场的仓储区避难，一直到警方接到消息到现场，甲嫌犯展开侵占，当场大肆抢手了后，避难民众则伫警方协助之下疏散。Found 7 deceased individuals on scene. We transported 9 individuals to the hospital to area trauma facilities. Of those that we transported, 2 have since died. 3 are in critical surgery, and 4 are stable. 刚刚发生枪案个密西西比州海泉市一间餐厅，当地初五深夜办活动的时阵，嫌犯向客厅走入去，向餐厅内底差不多200人开枪，造成一名19岁的青少年死亡，真侪人着枪。嫌犯犯案了后，就走离现场，下落不明。李相犯是互紧急送去病院治疗。根据统计，美国因为枪击泛滥，为2023年年初到暂时为止，已经发生198件，无包括枪手至少有4个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案。这嘛是2016年降级以来枪击暴力案件上侪一届。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英。
再来看国际上的大代志，英国国王的加冕典礼伫昨举办圆满，全球有数十亿人伫线顶来见证。英国伫人72国办的加冕典礼，伫台湾时间初六正式进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加王后卡米拉慢慢进入西敏寺，伫伫后边是王冠宝球、圣爱德华王冠加12款中。In his name and after his example, I come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英国的君主加冕典礼总共有5个流程，分别是承认、宣誓、抹文告、授权、登基加致敬。这道流传要到10年的加冕典礼，又是这么欧洲唯一的皇家习俗。2300位权力嘉宾加200多国的代表，这能见证传统典礼加入现代元素，也反映现代英国伫咧文化加族群的兼容多元。查尔斯三世伫王冠的上顶部圣爱德华王冠，坐伫圣爱德华宝座，手举的其中一支是金色的权杖，顶头刻着白色的法郎粉角，象征正义加廉耻；另外一支是代表心中正义的奉献之剑，正式降做英国1066年以来第40位伫西敏寺加冕的英国君主。由4000位有任军护送，查尔斯三世甲王后卡米拉坐有260年历史的黄金宝车，登去白金汉宫。这段全长1.6公里的路程，又有人叫做是加冕游行。所来王室的成员包括威廉王子、凯特王妃，也有爱德华王子翁某等人，依照往例伫白金汉宫的阳台出现，接受民众的欢呼，展现王室家族的团结加展望。因那成体文伫身的安德鲁王子，也有哈利王子是无出现。记者综合报道。母亲节就要到啊，大家边选举拢咧炒妇女的议题。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是引用戏剧的台词，讲要解决少年人结婚面对时大时小、硬伫中进退两难的问题。那要拼国民党提名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因暗是去到高雄凤山来做事，看得出伊是想要模仿韩国瑜挑起的路数来拼大局。母亲节进前，民进党主席甲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参加党部举办的园游会活动，强调民进党未来除了继续落实性别平等，关心新住民伫台湾的生活，更加以最近热门的大局“人选之人，自动者大事”，宣示会解决新世代所面对的种种的问题。就是说，孩子的成长，家庭里面的琐碎的事情，也许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不过也是台湾未来的事情。这一段话可以说穿了一个家庭的事情就是国家的事情。赖清德就定为积极抢攻妇女加青年的选票，离国民党连选是还未决定。新北市长侯友宜最近失败协调党内立委初选，和民进党讲是新时代乔王，把有乔王封号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回应，真欢喜有人接替这个封号。对着支持什么人，伊是强调国民党提名拢有信心。这个尊称也奉献给我们侯市长，很好嘛，是帮忙国民党来整合嘛。帮他处理选举的事情。我们今天做公益好不好？今天我们就不要谈政治了。对于他的心情，加油！郭台铭太太詹心莹甲查某囝郭晓玲是参加公益活动，也被看作是抢攻妇女票。郭台铭的举办市场大造势晚会，头一场初七暗时伫高雄凤山举行，有意复制韩流模式，用台湾阿明创作旋风，争取出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台北市大同分局警察今仔透早驶警察车去 KTV 临检，人落车的时阵竟然无锁门。附近的一个少年人看警察车车顶无人，竟然就甲坐起哩，佮翕影片传去网络里啊顶。警方当晚已经查到身份，通知到案说明。对于同仁出师未锁车门的情形，我们将依规定议处，并加强同仁教育。对于该民众擅自开启警车进入挑战公权力的行为，我们已掌握该行踪，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通知送办。这两个警察落车，会去背锁时却无锁门，边仔一个少年人就家己开车门，甲坐入去，佮翕影片伫遐咧等。那警方事后清查，车内物件无去用偷摕。后续嘛通知这查甫人到案上班，也要调查这两个警察敢是有疏失。
为了要阻挡对警官卡来诈骗电话 ，NCC 甲电信业者合作，5月初3新系统上线头一天，就挡超过10万通的诈骗电话。那 NCC 嘛挂保证，讲民众正常的电话来往是绝对袂受到影响。 我真的自己过啊！问车手爱交代是啥物人爱出面来提钱，因为有民众误信网络群组当中的投资股票信息，陆续回500多万，才发现互人骗去。警方抓到来提钱的集团成员，佮继续追查集团主嫌的身份。方呼吁民众勿信网络上的投资、假投资的不明讯息，以免自己的自身财物遭受损失。 台湾的各种诈骗犯罪严重，警方佮找艺人大力宣传防诈重要性。尤其诈骗电话泛滥之下，行政议会进行通过新的打击诈骗策略，由 NCC 甲电信业者合作，警方查查假冒的诈骗电话。NCC 强调，新技术初3上线了后，第一天就拿查超过10万通的电话，了后2天数量是一直增加。以前由165提供白名单。 我们设在国际交换机的资料库里面来拦阻。现在我们新的做法是直接在国际交换机的集情资料里面设定来拦阻。NCC 强调，正常内部需求绝对袂拿查，未来会规划具体的警示，境外来电接通进前会以警语提醒注意诈骗，才能通话。防堵上面来讲，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只是说，这个它会在前面让你多听一些时间的警语啦。实务上面来讲，如果说有一些紧急电话要再多等这一下，这个其实可能就会失去一些及时性。另外，为阻止诈骗简讯 ，NCC 甲数位部规划建立公益简讯的专用代表门户，提供政府部门发送简讯，甲时阵民众看号码就应了解简讯是不是应相信。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嘉义县东石国小的师生，去年是参加公司所举办的台湾国际儿童雅典，用一出海口囡仔伫东石影片，欢受国际连线拢有入围。不过这得奖是真欢喜，重点是钱会为倒来。打靠着地方的人士甲校友的募款，因总算会当圆梦去参加颁奖典礼，嘛顺续开一个眼界。 专心伫电脑头前来做影片的真正工课。东石国小这4个囡仔，去年为着参加台湾国际儿童雅典，有翕一出海口囡仔伫东石的影片。5月14号，因就准备要出发去意大利参加雅典的颁奖典礼。这是阿嬷破蚵的学了啊！每一天天还袂光，阿嬷就出来破蚵趁钱。伊有超过60档的破蚵经验。 老师讲，这出影片是公司小导演大梦想工作坊的团队来指导的。学生伫过程当中，除了展现因的创意，嘛学到真侪物件。学到要安怎翕影片的一寡知识。我感觉上辛苦的都是剪辑，因为有时阵会用甲真晚，所以我感觉最辛苦的。跟孩子们讨论一下他们想拍的内容，然后尽量是以生活为取材。 他们有时候自己去发挥，自己从他自己的角度去思考，拍出来的画面有时候会比我们更好。所以在这中间，我其实没有干涉太多。这出海口囡仔伫东石，真正阁有摕到真侪国外影展的入围，但是疫情的关系，一直无法度互囡仔出国参加。即摆疫情解封，阁受到意大利影展的邀请，为着要互囡仔会当完成梦想，学校向地方甲校友来募款，连面就达成目标。感谢咱真侪乡亲吼，大家慷慨解囊赞助咱小朋友吼去影展的这个旅费，咱嘛希望讲透过这个活动吼，来拓展咱囡仔的国际视野。会用出国的机会少少，而且真啊，搁也细汉，凡是大汉代志少侪，搁无法度出国去算。校长讲，囡仔透过翕影片来讲生活的故事，培养家己的思考甲眼光，这是学习当中上珍贵的过程。就有学生讲，国小毕业了后，嘛想要继续翕，希望会当透过镜头来记录成长的土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写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9度至21度。
中部地区20度到24度。南部地区22度至30度，东部地区20度到28度，高岛地区17度到26度。各路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AM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志坚，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伫台湾啊，即马